大家好，我係 Francis，香港社會創投基金。今日我要推介一本書叫做《窮人的銀行家》，或者英文叫做《Banker to the Poor》。咁呢本書咧就今次我想推介，因為我由頭睇到落尾睇晒本書嘅。今時今日互聯網世界好快，大家好多時睇下書評啊，或者聽人哋講幾句就可以話，喂，我讀咗一本書。但係呢本書咧，我覺得係你唔由頭一頁掀到最後一頁咧，你攞唔到個精髓。咁尤努斯係2006年嘅諾貝爾得獎者，佢因為做社會企業做咗20-30年，Grameen Bank 就係佢嗰間社企，而去得到呢個獎項。咁佢當中好多甜苦辛酸喺入邊講晒出嚟嘅。咁咧你睇到中間咧，你會不其然咧有啲位咧，你會係自己會心微笑嘅，因為佢講啲嘢係好瘋瘋癲癲、好瘋狂，因為佢就係一個咁嘅人。例如咧，佢就有一個 occasion，佢就同一個孟加拉嘅銀行家去做一個 debate 去討論去辯論，講銀行嘅制度。佢就叫佢點解你借錢係借俾啲有錢嘅人，唔係借俾啲窮人嘅咩嚇？借錢唔係有需要嘅人先會借錢嘅咩？咁佢就比喻有一句説話就話：咦，銀行其實我依家唔係做緊啲乜嘢幫世界，只係將原本銀行一啲調轉咗嘅一啲系統，一啲隻腳擺咗喺天度，個頭喺地下嘅人，將佢反翻過嚟。講得出呢啲説話嘅人，你就知道佢寫嘅嘢一定係好好睇。呢個就係尤努斯嘅《窮人的銀行家》，我極力推薦俾大家睇。